世界老虎跌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行难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聽，故所就本切家，咿呀呀都帶啲夢到。怎麼改嘅功課嘅法，一起弄一個思念。湖畔，湖畔，蜿蜒，蜿蜒。好，各位同学，那我们今天课上到这边，大家下课。哎，你们两个走这么快干嘛？等我啦！算了吧，他们都没救。你不要碰我啦！我只是想要跟你说，你不要再挣扎了，爸妈没一个可靠。来准备吧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爸爸，你用来啊！你个臭啊！吵啥？坐好了，靠背听啊！你倒位抓到伊啊？车头，行李款好，车票买好啊，要去下港里啊。父子俩，你嘛小拜托咧。啊，连恁囝的性命你都无要顾，你这款查甫人活伫世间，到什么路用？老大一条死啊！不，太婆呀，真嘅想老千万呐，我们真嘅做我嘛，我哋你叫我不来三年，那几多万呐？哦3工，以你即摆信用度，我敢有可能去相信你？不是三年，6年就好了。走，那个来呀！伊做生哦，动手术哦，你看做哪去买啊？做生完全本哦，买本啦，来买本啦哦！阿爸，唔好啦！阿爸，唔好啦！你小空还死咯！买本啦哦！父子俩，我敢有听唔到伊？迄个长骹长手来拄笑的，我是拄着足多的啦。啊，若讲要卖囝拄笑的，你是头第一个呢。太婆行讲啊，难抢来他来哦，还有一层膜哦，上到当电影下哦，像假使因为买了没查，那没买本呐，哦，没买本呐。你要对俺有，你要对人爱头飞的。你没有清楚哎，那还哑巴，那走开走开！
英雄，看见到，也给我这个英雄啊，台湾英雄啊！哇，恁这个8点档的，拗戏拗拖病呢。好治疗，我搁问你一遍，真正要甲恁囝卖掉哦？袂啊，做对老太婆的前犯都强，莫该做卖啊！哦，莫该做卖。阿妹，阿妹啊！好，我收，押出去，剁掉，起脚。阿妹啊！你要干呀？妹！副治疗，莫讲我无情，连恁囝都无爱替你形象。来，这3支刀，你家己选一支。不要，太婆，那会完钱啊，那会完钱啊！完钱，那会完钱啊！阿爸的机密任务啊！任务结束，当然转去啊！我说你还后你，还英雄咯？当然啊，阿爸係你太英雄。阿妹拜托你，较分享地位好无啊？你阿爸就很老诶。那小鸟就鸟呀！你们还有哎，你们还有哎。阿妹。你怎么了？阿妹当兄妹，阿妹当兄父子，阿妹对不起，阿妹对不起，阿妹对不起。不是，我吃饭冇啊？还没将对亮度爆出来中来，用好食的菜哦。夫子，出来吃饭。狗好像变成木头人了，木头人应该不会肚子饿哦。好啦，阿妹吼，我医院上班呢，唔对哦，迄肚脐的，记得去甲弄翻来吃。糖豆冇，夫子。父子亲，出来！夫子了，你用啥地给肚？摸出来。哪来的？赶紧出来！干唔来？出去！点嘛？讲你妈个点法？哪来个强用啊？不点的嘛？讲到啊，我夜班唔会人唔客气的，硬要死报警。啊，你亲好啦！连警察哦，老夫子给他不好事做去了。夫子，那过啊！怎么给呀？俺不准头拿来！你没清楚呢，也被黑人来对不起啊！你给做了那个好事，佢不管假吧，爱个伤心，去甲写点走，爱个事，本路蛮用刀的动过，你也就会让来的父子亲做个好事情。也是这个做来的，讲俺对我妈个事啊！干嘛啊？你做来头非干嘛干？还不来给你叫你闪闪？你讲有点良心哦，就攞錢拿出來，不然老栽情情的啊！希望還不拿一次，聽到不了唔對，唔對，唔對閃閃，全部都牽你來！好大唔就來啊！錢就不能拿晒啊！冇誒！冇人砸点死就是啊！冇錢冇關係啊，你只係 K 個頭啊！
佮讲嘛佮规法。我同你妈该做唔对哈，你老几只相用的哦，所以都妈该，你心肝低啊！我是总讲拢讲法哦。我拢讲法，一年多安拄去赢点赌钱，你讲无嘛该，鬼当心啊！父子俩，应用不用设置，你看你乱讲句，闯出去堂的系啊！哎呦，唔攀得系嘛？好啊，那一喊娘死前去，那迄件本来一只狗仔啊！哪有？呀，总太高，呀有心伤，这个有骗啊！讲嘛个偷子啊！钱拿住了，买个事情就解决啊！凭嘛给人拿钱啊你？安多非法，散啊散！不准你，不准送来哦！哥哥，你要去哪里？Oscar， 你地方卡啊？你伫家做乜嘢啊？写功课。爹哋老姑姑咧？做梦传。那你一个人在家不会无聊吗？我有很多功课。唔需要妈咪忙。唔知。爹哋咧？想讲爱妈咪做功课无？唔知。你乜嘅都唔抵呀？算了。那我直接上去拿行李。父子俩莫讲孬诶！老爱笑啦！啊。可以跟我说那个失踪。有病哦！这里不是你该买的。不用说哦，你还讲冇做那个失踪拜托的事情，你做乜敢来问啊？人命该来提防了，走了！你们两个在我家门口吵什么？你们两个在我家门口吵什么？维尼，拍摄啦，我啱是带记者。这乜解？乜神讲这啊？来到拄好啦，伢老公咧，赶紧出来。你讲法下一条诶。下一条诶，你有冇去问下你老公做你妈个事情啊？其做嘛嘅，做老唔冇关系。老奶冇关系，佢教我本用咧。真嘅冇，父子了。事情咩呢？做黑我飞。呀，唔敢讲吧吼？哎呀，唔讲啦。你老公哦，生爱不用，所爱不用，还教爱不用啊！还给拿只出来破呀！父子了。你掂唔掂哦？唔拉忙啊！唔好紧去讲遐种花，讲啊！你哥啊，你吃到你哥一样哦，你就轻量哥啦。马上离开，希望我去报警。哦，哎呦，报警难讲哦。资料。一定要叫私家派条件人哦，同阿倒就会报警，去报啊，看去撞人老公还去撞来啊。维尼，喂，我家楼下现在有人闹事，我的地址是。你点问讲嘛？你讲下太长条了。你听到了，他有暴力倾向，请马上派人过来。点碰你这个他们是你讲翻哦？好啊，那直接请人老公啊。他已经离开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维尼，司令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送去，等你爹地转来。
我妈跟你爸是真的吗？莫分心，继续谈。你伫遐做嘛个？也系捱的无卡。俺老豆双摆讲都动清楚的，缘分快的，也毋免领副卡。小芳不用手讲啊，按道理有做嘛该啊？嘛个意思？郭丽文啊，你伫咧讲嘛个？爱讲嘛该，唔老爱讲啊。俺唔想批下你假设性对话，免唔想老人吵，慢慢离开啦。有人会讲，我甲郭丽文迄嘛个关系，都嘛个踢扑。嘛个关系，祖母妹满意的哦。无可能，唔按关心机的。也创业嘿，反正你也唔低也在家庭，俺用的，唔好私闷。只要我还是你的老婆，我就有资格问。好，就算俺真经对佢有感觉，不过请问俺妈嘅咩毛做，俺唔冲，强兄弟去甲翻译就好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真的对他动心了？搞老外有乜嘅无强用啊？强用出轨哎！俺妈嘅咩毛做？我不管你做了什么，出轨就是出轨，一样是错的。你凭什么用你严厉的方法来指责我，却对你自己宽容啊？老外情也在莫需要去催眠，唔可以本气甲变到毛水，唔可以念了唔知啊？好，彩虹的位置可以了。那麻烦左边的字再帮我升高一点。对对对，再高一点，再来再来。小凯，进来。维尼，你有有喊啊？上山要个假惺惺，还唔去出来，人来费死你。一下总这个 rehearsal， 给唔出来，我就让整个发表会办不成。要唔黑你一傻来发表会哦。要骗你还嘞？小凯，你出来啊！你在哪里？唱毛安尼好冇？有哪个事情好好讲啊？讲，我爱给人来费死你。非嘛个死你啊？小凯做唔错嘛该啊？他做错可多的，
要不是他的愚蠢的游戏，奥斯卡不会不说话，我不会失去我的工作，我的婚姻不会支离破碎。我要他道歉。枪不会怪你，你又唔凶一下，你气嘎做唔错嘛该啊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付出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赢得我想要的，而你呢？你什么都不会做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只会哭哭闹闹。可是你就可以这么轻松的拥有一切，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你凭什么？那你又凭什么说我没有付出？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小孩，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。但即便是这样子，我还是害怕我的小孩会离开我。我没有一天可以睡好觉，因为我真的很怕哪一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小孩不在我的身边。这种感觉，这种痛苦跟害怕，你懂吗？你体会过吗？我们两个人只是选择不一样的人生而已。冇资格批评我。搞成这样子，勋琪一定很没面子。一定的啊，他也不能怪别人啊，毕竟是小凯惹出来的祸。好诶，一下愛 rehearsal， 唔愛就坐下來，唔愛請唔理佢。我们还是先从钢琴的部分开始。小凯，我们先来。准备好就开始。很好，不急，慢慢来。对对，不要赶拍哦，不赶拍，慢慢来。小凯这孩子心机非常的重，明明就长得一样可爱，怎么小乐跟小凯就差这么多？一个是小天使，一个是小恶魔。小乐唔是啊嘅。妈妈，我唔係小樂啦。艾迪唔好死啊嘅啊！不要赶拍，这边不要赶拍，我讲过啦。今天发生很多嘅事情，很不卡，俺嘅补习班全就没得按用诶，就是小凯跟有心收成嘅啊。你们也承认吧，你们的妈妈也不爱你们。妈妈，我係小樂啦。小樂，这是懵诶。还是要注意强弱哦。很好。小凯，點，我干嘛开？點，我不想再听你讲话，我不要你的称赞，不要你的关心，你烦死也烦死也。妈妈是在帮你啊。我才不要你帮，谁稀罕你帮啊？你干嘛帮我说话？干嘛帮我决定所有事情？你的帮忙都只是在害我，只是害我。妈妈还 V 懂哈。你不是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你知道我根本不喜欢吃高丽菜吗？你知道讲的睡前故事都很幼稚吗？你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穿洋装吗？你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弹钢琴吗？还有，我是他你把我叫成小乐，你知道吗？我喺小凯妹小乐很低嘛，小乐是很低嘛，小乐是很低嘛，低嘛。你唔低，你怎么嘅做唔低？你唱妹見病癌做小樂，怎麼給我見病癌？怎麼有病癌？妈妈没屌絲。你條絲，你只做迄條絲。
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都是你害的。俺黑小乐黑爸爸，你怎么可以跟我啊？俺黑。失眠的状况多久了？1个多礼拜。最近生活有什么改变吗？没什么改变。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压力很大？医生，我只是睡不着，所以呢，你只要开安眠药给我，让我好好的睡，我其他的不想聊。徐小姐，我没有神经病。我也不想跟你谈心，要不是只有你这里可以开安眠药，我真的不想来。所以麻烦你赶快开药给我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肚子痛是不是病了？废话，当然了。肚子痛有可能是肠胃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内脏出了毛病，对不对？那跟我的失眠有什么关系啊？腹痛跟失眠是一样，都是身体不舒服的警讯，你同意吗？应该吧。失眠的问题其实比腹痛更复杂，除了生理因素，大多是因为压力跟焦虑造成的。如果你愿意跟我说更多，我就能够对症下药，好好的帮助你。已经不重要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说你想说的就好。术后伤口复原得很好，那你再吃1个礼拜的药，下个礼拜再回来复诊。好，谢谢医师。45号傅志良先生。终身启动的啊！咱咪无创快，心脏嘿，迄手动痛，记叫的。闷啊！副心脏，迄个毛的款片签唔出去，还麻烦老人教。妈少人老人教哈！莫同事同叫。唔要低同事同叫要无爽快哦，给你对外补养数落叫落去时间，你上过来要无爽快啊！来，签唔出去，唔好影响批查款片的权利。今日哦，无本来在交代哦，来唔会这啊。警卫室吗？我是外科杨主任。他天发，你大了！太阳出你的坤啊！看那个有名的杨树亮医师哦，破坏人家家庭，还搞人家老婆，他妈的烂人！你耍来上会鸟的。迄有用的人，那件事情啊，180分就好。 你要紧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你要紧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 你要紧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 100分就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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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分就好
俺唔免提款机，韩哥爱凭嘛给分钱？每本要做得啦。凊彩老人讲哦，你够骗人的补娘，迄只伪君子。俺老李文像迄朋友，唔想乱讲，就去讲啊，俺无相关。朋友，哪有谈唔通啊？朋友，问本来姐妹还好无？朋友敢要好点点的，就试他做一上做一下。家境还不是孙离子，和小家己都也一言做事啊。真正的朋友一生一起走。你搁这个像你讲乜解东西啦？李文是有钱老条路，迄味道老人冻出来冷空数。唐唔咧讲诶，李文辉以为咱无钱，种挑事情要种不叉叉的阿莎公子哦，做娘的世界，看到迄每条的无听听啊，娘诶，唔准去挖动你的情圣哦，你的禽兽。老人编故事的时间，拿来好好做事，比到家庭付出。娘不娘也唔要按听，爱领天数。讲嘛？娘啊，老豆你嘛啥？周以前按掉迄嘛？做点按呢？看人无啊？啊！来见高恩，唔好同事同叫。懂好蹦出你们，乃夫之流，也是有钱，东西有蹦出诶，到底哪有天水行哦？唱吹，吹！要土料，钱拿出来啊！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徐婉婷小姐，这是你的健保卡跟药单。请问里面有给我睡觉的药吗？你可以问药局的药剂师，他会仔细的跟你解释。谢谢。徐小姐，你的电话一直在响哦，我知道，谢谢。用塑料，你到底做嘛该啊？老豆往天发，眼睭伫黑哦。什么杨太太么？也警察 Q。你黑马啥？我爱吹壮，罗吉成。喂。啊喂，小凯妈妈吗？哦，我是田老师啊。我想请问小凯在家吗？田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。
到我们学校，说有3名学生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子，其中一位好像就是小凯。没有啊，小凯在房间啊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到处都在找学生的家长啊，但是小凯在家我就放心了。哦，老师抱歉，我太晚了，我马上带小凯去上课。没关系啊，因为小凯最近不是不舒服吗？你就让他在家里面好好休息，身体好一点再来就好了。不行，那个他在房间太久了，我要去上课才可以。没关系啊，小凯妈妈，那我知道小凯在家就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小凯妈妈，拜拜哦。拜拜。小凯，小凯，小凯，小凯。小凯，老师打电话来喽。小凯，开门啊！小凯，哪么嘞？几点啊？发生哪个事啊？唔对，迄声音呢？我警察唔做人呢，有人硬要带走的。这个看咯，要什么声音呢？迄是甲送茶的。要台茶的，老宋带迄强用的，就迄警察唔做人的，系冇？敢问，你做嘛敢冇攞佢抓起来？啊？你还唔知嘿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知道宋拜有？我可能。生嘢变相较厉害。应该有变太霸气。正哥，你要骗我们个先什么？我都讲去那起嘛。歹人一定要监视迄个方面的，太搞先转，想看那我搞伊乜个线索。很敢来，你很敢来，你做咩啊？哪么也喊唔敢听嘞？唔翻译吼，唔听嘞吼。你翻译来了，你不拿点呐？就系唔送办案的马小凯，佢一下子都唔敢听。就系唔开的，系唔必走嘅。老点点的，困点嘛用啊？你这样哦，小凯长唔喜欢榴莲也不卡啦。冇啊！乜嘅事情全就怪骗你，全就唔想自家做唔出嚟嘅事情。
干娘，要走怎么干？莫讲小凯啦，犯做黑矮，俺们无想要女力了解不开啦。小凯真嘅唔會再來係嗎？你嘅，你做嘛？永叔，小黑，停住，停住！停住！停住！梦闹好不好？有位都不看，赶快停住！停住！不给上杀！来，大家注意！来。这什么缸啊？来，妹妹，你把你线索吗？急诊室，你给片做乜嘅啊？啊？父子俩是用数量？有要按你啊？叔叔掂嗰種誒，你望出來啊！醫生，牙膏樣啊？叔叔青春裡好啲對偏體，冇傷到重要器官，像係傷到見嘅腦血管，也係冇事嘅。冇事啦，好種按照，當家就會恢復嘅。安子生呢？冇事啊，既然冇事，也落去啊。我喺哪啊？警察局誒。去做乜嘅啊？改做誒，出做誒，我下回就休息。牙膏輸送誒，奧斯卡又唔見貼咧，唔做冇相關咩？他們需要我嗎？用數量常常記講，一個家庭，兩人冇關係，我啲奶要把差別。唔對嘅問題根本就冇好好溝通解決。哎呀，牙膏唱喺下冇想清楚聽聽，應該知啊。還有。不管老奧斯卡嘅關係係好也係壞，唔做係奧斯卡嘅媽咪，佢係使用蔡英嘅，係講唔正經唔猜奧斯卡，因為一插到警察嘅天花就念死過去，那係唔正經唔猜牙膏，因為啲牙。啊，so。冇走啦，一個家庭使用，還沒使用。我去老麥買日用品，挺貼嘅，你爭一幾隻球？按住先。队长。这辆车的车牌经过特殊处理，车号跟车型对不起来，没有办法用车号追查。哎，他是怎么样啊？是诈骗集团的专业车手，还是混黑道的啊？这么会改车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你们去比对监视器的画面，这样找车型比较快。你这边呢？监视器画面很多，还在过滤中。赶快把车子找出来。阿 B，先你那数据咯，电信公司你有讲啊？電信公司微博講，呂凱今年數據管理，其他2、3年咯，數據率不卡。搞查牌，冇開機，也是給去死。你们注意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分2组，都带着这个监视器的车型照片。你们这组去之前绑架案的别墅附近去找找，还有可能哪些地点或小孩会去的。另外一组去黄龙木之前去过的山西卖场，把方圆3公里附近的邻居店家都给我沿路打听，
看有没有人看过他的车还是他的人，把黄木家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哎，电话给啊，叫去啊。唔係啦，副總，我實在咩唔見呢？你之前咩見啲查黃龍木嗎？錯啊。佢你要用嘅當場嘅時間，跳去前嘅黃龍木啊？錯啊。佢唔用揾唔啲搞乜下低內啊？還要乜嘅方言3公里去前，方言3公里要其他嘅發言點冇啊？含悶啊！真啊！那假講嘅，哎，人大把唔會遲到，你就到了，以後叫重視，以後運用有冇啊？有冇啊？有啦！一頭是卡胎，喊那方圓3公里卡胎啊！哦吼，時間存冇幾多咯，方圓3公里輕太輕快咯，唔是上送那些落地張來了。哎呀！要是叫去死，拜拜！我总公司啊！既然小乐来不及去乐园，小凯，你就代替小乐跟我一起去吧。小凯再给秀安1块。我们一起去乐园吧。 Go go go！ 盟主有金币那么多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。可是这样子开会公司作弊耶。奥斯堡主，大家都是这样，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。全部黑暗，抽样抽魔法主动出征，你的留的所有嘅記住你，風度幫你吹響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白，何不以後，總會覺得天光，不該起來嘅力量。 相愛意，後白嘅故事就盡在一個夢，容易走吧，就不愛盼到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行到？